大家午安，平安欢迎，今日各位来继续算 Silk Road。哇，早时土袋足侪人来的，先跟大家小姐问，阿叔中昼平安欢迎。毋知影阿叔食着中昼顿啊未？佮有鸟味果水，中昼平安欢迎，佮有伊托你车上中昼平安欢迎。今日要来继续拼吼，昨哦，对，足久无看吼，足久吼，差不多半点钟，上无半点钟无看，足久无看。朱聪安安欢迎，中昼平安欢迎你来。昨这拍无过，咱这 game 的时间已经说到5点钟咯，啊，才算到遮哦。这拍第3个 boss 吼，这可能进度是有较慢哦。因为我小拍的技术无遐好，毋过袂要紧，应该这愈算愈进步。今仔日应该会使吼，应该会使啦。好，咱来继续挑战。哇！毋知影昨个迄个手感敢还会记？上无路我是确定袂记，路要安怎行？完全袂记啊！系啊，毋过我会记你昨昏摕到这，会使冲，会使一直冲呢。这有物件呢？哦，一堆油啊！哇，这叫是啥物足厉害的？叫是啥物新的？毋是这，袂认得哦。啊，遮啦，为遮来，来楼顶啦，安尼。然后过来就是找类似小拍对吧？来，做你来啊！哦！哦！哇！哦！有头练无？哪有？昨就正常练啊。昨就，我真无头练，无菜。哦！哦！你看，应该无头练啦，有头练应该毋能安尼啦。中昼平安有食饱袂？有，多谢阿叔关心我头仔食饱。加在阮厝内人有伫我开台进前有问我，敢爱会甲我斗买？嘿，加在有甲我斗买，所以我食物件就是头仔迄个关台了后就随通食，所以算是时间有够。我真正有听话，就是食物件有食较慢的，所以食小可比原底定的时间晚10分钟安尼啦。感谢关心。食饱真正嘛是足重要的，大家会使配饭，哪看我拍？哦，要是，我若认真起来嘛是小可厉害嘛。哦。
嗷！来！哈哈！哦！有人哦！哦！危险啊！哦！啊！差一点啊！啊，是讲我叫甲足够水，感谢呢。干嘛呢？有进步呢，险啊要过啊，对无？差一点仔就要过啊。袂歹哦，有进步哦。鸟味哥水来看有利之歌，歹势可能有利的部分无通看足久啊。我可能真紧要过啊。早起精神来看阿辉放送，精神了后，要是继咧看阿辉放送，袂歹哦，对大家做好。这嘛食饱，食炒菜瓜、炒油菜、沙油鱼、冬瓜排骨鱼丸汤，哦，听起来算澎湃呢，几若项，这只医疗，我食炒饭，干那炒饭，食较简单，无想要食足侪项，想讲赶紧先食，食了就来耍电动，互大家看安尼。什么有利？是安怎会听到伊利？对有伊利之歌，还是什么歌？来跳舞。一波了可以，我都唔知会当安尼。现在波落毋是直接算我赢。安尼已经上尾一段，已经第2段，干嘛呢？哦，所以头仔算是我。哦，头仔算是已经甲第1段拢拍了呢。什么意思？我太看无。好，搁笑，笑甲遐大声，足欢喜的哦。负责扫菜尾，感谢安尼。感谢安尼，竟然是负责轻的啊！毋过我确实有时嘛是会负责这个角色，
就是有啥物食袂了的，啊，来负责甲轻轻的，唔好浪费。哦。啊！哇，这道拍得无介好。啊！敢是因为为着要打电话给阿辉，所以互你晚到厝？哎呦！啊！我袂晓讲话，袂晓讲话，袂晓讲话。哦。啊！哦，喙拢较早食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可能是因为知影阿叔大概下班的时间，所以因拢有较早固定拢较早食下。啊，较真是因为我。这无啊。哦，差不多。啊！中昼顿食粽，毋是5日节的粽，应该有个人5日节的粽应该还袂食了吼，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有个人还袂食了的，若准有足济，可能要冰伫冷冻无，有可能吼。无奈，哎，啊，搁爱坐只医疗。啥声无奈？这嘛经典的。啊，我叫是有进步呢，结果无哦。你兜5日节粽还袂食完？阮兜应该是食完啊，因为阮兜无留足济，迄阵就拢是尽量甲食了。因为知影放伤久，可能就真正袂食啦。啊！有进步吼，希望真正有，真正有希望。哦，应该有机会，应该有较好啦。要是豆豆有咧进步。啊好。好。好。迈过来，迈过来，迈过来。毋
音乐好听呢。啊！阿基巴卡西，阿基巴卡西，欢迎你来看。恁厝内嘛要食旧年的粽，放已经放要1冬啊少。这是有较久哦。不过有个人应该是感觉讲，若放冷冻是拢会放一下。你别过来啊！真正，莫过来，莫过来，喂！敢是安尼？敢是安尼记英语词的？毋是我讲的，我毋知。哦。哦，水。组团的粽干嘛呢？也无伤久啊啦。这粒粽比你较老是啊？敢会食者应该是袂食者。嗷！会当安尼哦，你佫会当安尼哦。太可恶！嗷！啊！我要无啊！哦，跳唔着兵。什么 phobia？ 什么意思？什么是 xenophobia？ 什么意思？毋是呢，是你讲莫过来呢，莫过来，毋是我讲的呢。拜拜就拜这位，所以就爱买诚济啊！安尼真无法度，无怪。恁兜厝内老大人为着要开始食伤济粽哦，所以就是较会开始食粽的人爱负责加食寡啦。有影，定会安尼，就是拜拜，你就要是爱买啊，就变做有法度食的人爱负责食啊，嘛毋好拍算。对啊，你讲的呢？嗷！嗷！都挂了。啊！嗷！哦，遐么？哦，这倒有机会呢，这有机会呢。耶！
过。哎，好，今日甲我拍，哎，恭喜恭喜阿辉！啊，这嘛有会啊，胃肠嘛袂肯你食济，一顿上济，敢若食3粒嘛袂少哦。我讲3粒嘛袂少，其实我通常无法度食3粒呢，我大概食2粒尔。嘿，瑞华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看，你食饱，食小肉粽哇，你嘛食小肉粽，今日遮济人拢食肉粽。哇，搁有王子烧，欢迎你来，多谢你甲我拍波啊鼓励，感恩，这个迄是一定爱的啊！奇怪，主创甲我报，哪会感觉袂管是见证历史的一刻，敢有安尼？这应该是剧情内底重要的部分吼。这会当食4、5粒哦。这是啥物？啊？医疗，我想讲这种是安怎？想要互骂较惯势无？我头安尼讲，莫白讲。希望有所在通买地图，无我阁毋知影这是倒位啊。哦，这会拍人哦。袂啊！你定定甲我报，歹势是我拢无用心咧听，是我的问题。我敢无法度过，应该有法度。哦，会使会过。Farfield， 足远的田，感谢安尼翻了肯定无介水啦，啊，意思差不多。遮侪怪怪。哦，这无效，这一粒炸弹尔。啊，你昨讲我啊，可能迄种讲我倒位古水，也是爱听我安怎叫的，我可能袂意识到迄是甲我报歹势，我的问题，这我的问题，这罢面是我的问题。是咧，主创，咱应该还是朋友啦吼。他会阁有狗遐。哦。无礼貌你。啊，浸着去啊，无彩啊！啊，敢真古水啊！我无了解大家的口味，换。这红是稻花啊，是安怎？这狗遐的厝哦，无太遮侪狗遐。古水已经毋是宝啊，毋是，应该嘛毋是安尼讲，应该嘛毋是安尼讲，但是我无确定。这尸体，它也是尸体，是应当是自然的，什么意思？是讲大家讲我古水是应当的代志，无算是宝。你讲可能嘛有理哦，嘛有通，嘛会通哦。歹势，我面皮较厚。是应当是自然。哦，还是小看。大尾爱豆的自信，无毋对，完全就是安尼，一定是安尼。你讲的对，问就是是。伊爬落去啊！哦，可爱是一种客观的事实，无毋对，就是安尼无毋对，遮无路。哦，伫遮啦，我想讲奇怪。哦，有物件。我要乱。
啊，我要来去顶面。我要无都上去吼。会使。这是啥 ？bell， 钟，想要是钟。钟会啷创啊？钟啊，无讲。哦，道具呢？哦，啥物？可爱收嘛是一种客观的事实，啥物意思？你讲啥？你讲我哦。这恁要画也是要写文章，我是 OK 啦。哦，新的道具呢？这是迄个治疗的时阵，治疗的时阵会甲我保护者，袂歹。小等下来，头啉一汽水，毋知大家有听到？小等来坐医疗的时阵，分类学的事实，好，你讲的有影？汽水的声足明显吼，就有听到。就偷啉一个啊！我咧创啥啦我？伊这有够恐怖的啦！治疗者，多谢。一清二楚，哦，遮清楚。歹势，倒想要啉一下甜的拍电动的，配一下迄个。搁较舒适的有无？你若要汽，你嘛要汽水来啉，哎哟，安尼咱算是大，对，敢是讲大？迄敢算汽水？迄敢是汽水？迄算是能量饮料啦。就是要哪啉酒哪拍？你是迄个做啥？水棍哦，啉酒醉的水棍哦，安尼呢？这要来摕啥事？会使，大家做伙啉，这跳落敢会摔一个无片？袂。哇，这看起来嘛是危险的。好。做伙啉听起来搁较想要啉酒，伤困难拍袂赢，所以就啉一下酒来迄个解忧愁。无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我毋捌食过魔爪，我毋知影伊内底有开。这我毋知。搁有无糖？我知影有无糖的，这我知。等下下骹有路无？敢有路？你莫过来，你家己摔死的哦，甲我无关系哦。这嘛是危险，而且啉水果醋，听起来较健康的款的，听起来就是会帮助消化，听起来是袂歹。哦，这所在足快呢。听讲迄买粉红色的，毋是讲买粉红色的，应该是，咱就讲无共人的买无共的迄个。虽然这嘛算是打迄个标签啦，有理无理，大家家己判断。所以医疗。伊生啊有够奇怪，有够恐怖的。你介意白色，主要是无糖都好看。好看嘛是，好看嘛是你会考虑的一个元素就对。好，
是到这来分享，期待。哦，分享烧烤较有效较济，哦，竟然是安尼。我敢若知影进前捌流行讲，就是会照你的身份认同来选择无共的口味。啊，这我是感觉讲，应该要是爱啉啥较重要。嘿，啊，毋过就是有安尼讲，趣味啦，可能主要是趣味。我要翘起啊！烫啥？啊？讲迄个魔爪泡饭，就是进前讲日本咧事件，日本就是有人安尼食，嘿，敢有好食无重要，好看趣味才是重点，应该是安尼。嘿，我是毋知影敢会好食啦。这敢有咯？嗷！有咯。来。哇！唔惊食歹腹肚，我会惊，听起来较刺激呢。安尼听起来是，我都想象迄个。嗷！哇！要翘起来我。收集了，顶面有啥？哦，歹行的咯。哦！你捌食过哦？那会减2支。哦，这啥？哇，这一丸，哇，搁爱行过去。我刷地图，爱试看卖好啦，有机会再来食看卖啦。我是有影会好现啦，想要知影啥物滋味有影。好，跳过。还无要甲伊拍，嘛无要甲恁拍，嗷，拢是因两个啦。对，无毋对，就是这条。你敢没看过？刷落来头前迄撮歹行的路。毋是这无咯。伤超过啊啦，喂！哦，迄只我袂晓拍，惨啊我！钱搁拍毋见咯。我的钱，还我！我的钱。我钱是落伫倒位？下骹吼，应该是下骹。这心痛的滋味有影。
拢是你，害我即马应该珠啊嘛拢无啊，珠啊应该无半粒。哦哟，啊毋是，才来过啊，安尼就爱来找倒位有地图啊。啊，卡头夫。啊，卡头夫。啊！行都袂晓路，袂晓行路我。啊啊！我咧创啥？我咧创啥？哦。啊，头医疗我想到无迄个啦。诶，毋过应该毋是遮吼。哦，无，毋是遮，毋是遮。真换，真正换。哦，凄惨咯。毋过毋知影顶面咱头仔是毋是无去顶面？毋知影有啥？看我倒过去。哇，迄边我倒过，好无代志。换真换。诶，地图，啊，我怎无钱啊呢？50块，我需要50块，好来趁钱，来趁钱。对有钱，对有钱。啊，敢有来遮？应该有。啊，遮应该有钱。好，50块，来。哦，对，遮有印象。钱。哇，这粒无钱。哇，这嘛无钱。哎呦，听甲奇怪。毋知狗遐有钱无？来啊，有钱的来啊！有安尼有钱？啊，无几箍。塞车。哦！哦，这嘛无钱啊好。5块，一只5块是要拍到当时。嘿，等我的治疗，安尼有淡薄仔超过哦。哇！安尼袂使。我讲我都转去，应该会使吼。爱找一个好欺负的，才通补一下血。你毋着惊。哈哈，过来欺负一摆，哈哈。
耶！好，欺负成功。安尼会使啊。来，趁钱。有5块通我拍。诶？好，敢有来遮？火子竟然有共欺负一工，啊，当然嘛有咯。哦，这肉丸嘛是歹处理呢。哦，肉丸有够恐怖的肉丸，肉丸敢就爱安尼。来，我想斗一下工具。这。啊，飞碟即摆嘛无地图，所以咱应该选一下这，会使互我捡钱较方便呢。底下互肉丸欺负啊，找肉丸算小，来去找肉丸。毋知狗遐有钱无？拍看觅。哦。哎，有。哦，13箍，还袂歹呢。有影，狗遐较好举诶。哦，即只是毋是无好对付？毋过我安尼豆豆拖应该嘛是一步吼。好，哪像毋是？可能毋是一个真好的办法，啊，毋过较赢无。安尼就要拖较重是。哦，伊走来遮，伊搁转去啊？啊是伊安尼，敢会顶算？我毋知呢。那准下就好笑啊！哦，买呢，真正有效呢。水啦。好啊，买。要去倒位？哦，好价呢！安尼都有50块啊！啊，我煞袂记卖地图的人伫倒位啊好。啊好，我毋知伫倒位啊。毋过这顶面有啥？毋知有啥哦？有咯。够高遐。到遐，过来。
哦。歹势，我需要钱，借我拍一个啦。哎，水，多谢，多谢你的钱。我三车人。哎，安尼通来转。真想要来买地图。出袂着。我袂记你卖地图人伫倒位啊？应该，敢是这？敢是这？哦，毋是呢。真正袂晓认路。哦，应该是这边是吧？我嘛跳袂记哩。好，安尼就这边。佮有到遐，冰弹甲你拍。哦，这无物件。这是这边。啊，这啦，对无？这啦。Tamiyan. Wishke. 请互我地图。 Neda Pashma. 啊，总算有。对，当买啥 ？Shell marker。哈，这用伊的壳做诶，啥物意思？哦，这会当做记号呢？做记号哦。好来买一个。有图啊。倒位是倒位？哇，安尼我较侪医疗爱换一下迄个，通互我知影倒位是倒位的，你袂晓认路。啊，沁得起。好啦，猛拍。哎，破解。哦，安尼嘛扑得着。这嘛会使抬啊！好，这换一个啊，安尼我才知影咯。好，刷来，原来我伫遮。
所以我要来看我毋捌去过的所在。啊，先捡我的迄落啊。先捡我留伫遐的物件。好啦，到遐个加减碳较袂散。到遐看到就才爱拍。好嘢呢。安尼。过来倒位无去过？顶面咯，顶面我想是无法度上去，应该是对，我无法度上去。哇，过来到遮。哦，好啊，拢安尼啊，拢安尼啊。哎哟，有啥所在无去过？应该有足侪所在无去过。其实，先去食我的物件。食顶边我敢有法度过去啊？小等来试看卖好啊。无确定敢有路。顶咯。先拍到遐。耶！说的是下骹。哦，安尼无到。下骹毋对，下骹。哎，找伊算啥？哦，我无倒。无倒找人算笑。卑鄙小人。先来等。哎。看到上去，应该是有法度。敢是？哦，恁爸即要去食饭好。你去食。我会加油。我无法度过啊！哦，无法度。啊！哎，那我无死呢。哦，所以遐是无法度上去的。顶个把车食好吧，头仔子啊。到遐咧。到遐，互我拍死啊！也是落来把环境。哦，你嘛有算第1集？
欢迎阿秀落来吧来看我互人拍，对，毋是我咧拍电动，是我咧互电动拍。嘿，足侪迄个，哦，我毋知，听讲第二拍比头一拍较困难，啊，我确实嘛是安尼感觉。花香过河无法度，有影，算到要无头鬃啊，安尼嘛是无法度。花枝王欺负做好看好哦，大家欢喜就好哦，会使哦，会使来看。啊，安尼啦，啊毋是，我无才调跳遐悬，啊，就免去。好，安尼无度。啊，安尼我搁会当创啥？敢着爱坐车转去其他所在？哦，就是无算了就对。苦乐初见，安安欢迎你来。好，我可以当创啥？我会当坐车。奇怪，有一个所在进前无法度过去的，应该是爱去看遐个所在啊。苦乐食饱未？敢有食中昼顿啊？嘿嘿，食对吧？食。对，这进前无通过。是安怎？应该是爱跳吼，应该是爱跳对吧？嘿啊 ，Horner 有影好看啊！这进前无来过的所在就是这。这啥物 ？Heavy door。哦，这锁起来的呢。之前有一个所在当买锁匙，敢是爱去买迄支锁匙？哦，有可能是哦。应该是爱去买迄支锁匙对吧？安尼，食了啊吼，嘿，食饱就好。啥物 ？Hornet，是倒位发音无清楚啥？我改进者好无？哦，听做 horn， 毋是，差足济好无？应该来坐车吼，好来坐车好啊啦。7块袂歹啦，7块腰会使猛弹。坐车，多谢。来看进前有啥所在毋捌去过。哦，足大地所在拢毋捌去。好来。这光嘛足水的。我有完成迄任务，先来看卖。我会得到啥物？啊，钱好，水。佮有啥物任务？无啊，接了啊。咱就来坐溜咯。哦，主创好，佮想要创啥？
来一点钟。这毋知影有啥？我讲有法度过去啊！哦，会使呢！啊，有钱！创啥创啥你？无礼貌。敢就安尼？顶面应该阁有物件。哦，脚头一定足疼的。好，所以我会当去的嘛去过。过来，即空有啥？啊，我应该会当看较大张的。要安怎看？安尼？哇，毋对哦，毋对哦，慢起来，无啥会晓用地图呢？是哦，台语 VTuber 较少看到。我无咧看哔哩哔哩，我毋知影哔哩哔哩敢有迄落。我毋知影哔哩哔哩敢有讲闽南语的主播，因为我无咧看哔哩哔哩，所以我毋知。毋过确实我知影有用台语做放送的 VTuber 应该是无足济啦。若大家有看到其他用台湾话咧放送的 VTuber 嘛会使推荐互我哦。我会去交朋友就对啊。顶面是毋是有啥物件？顶面是毋是有啥物件咧发光？应该有呢。哎哟，搁爱爬山啦！加忝的。哇，爬山有够麻烦。迄个伊爱甲足古锥的。到底遮在遮？啥都要好多火祭堂，因为会矮哦，喂。我敢有遐高矮？我敢有遐高矮？爱甲足古锥啊！我敢有爱甲足古锥啊？我是毋知。啊！袂晓跳。火祭堂毋是火箭筒哦，有绳呢，听起来有绳呢。头咧咧，底下头咧咧有影古锥，做认真咧看，
哎，安怎上去？袂晓直接上去。奇怪，它有发光的所在到底是啥物？敢是有物件？好，过来咱楼顶好啊。过来有啥？好啊，坐车来另外一个所在好啊。哦，会使直接安尼走啦。过头啊！起床咯，喂，起床咯！我是毋是对人作歹的？直接甲攻落。拢去过啊你？敢拢去过啊？头可能。好，过来。哈哈，袂倒起床，人声敢是安尼？遮有啥？一定毋知影后一步要创啥呢？啊，另外一个地区的火车头还无找到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安咱就应该来找新的火车头才对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有目标啊，来。好，一大堆的怪物。对啊，伊使性地嘛足古锥的，可能我对伊伤歹啊，哈哈，歹势啦。咱来。对，我会当迄个。你嘛要使性地，你是要使啥物性地？想要使性地？好，过来。毋是，毋过已经找到，毋知影佫有啥物。佫有一个房间呢。大家看这上正手柄，上正手柄，迄中有一个空的所在，迄佫有一个毋捌去过的所在，毋知影敢有法度过去。哇！结果还是爱来遮。应该佫爱有一个车头，应该爱有啊。啊，是啥物情形看无？哎呦！啊，另外两只到遐，两只真伤济，无想要拍。咱爱先来个上正手柄。啊，我上讨厌的所在。
嗷嗷嗷！这伤超过啊啦喂！根本无互人耍。紧选哦，紧选哦！叫我拍一个倒车。惨嘛惨嘛！这有路无？啊，先买物件，无小等人若翘去就无钱。人咧，你人伫倒位？你人无去啊？啥拢会无去？我物件还未买了呢。来，这拍一个。对啊，伊走路呢，喂，伊是去倒位？伊无爱甲我插，过分啊！物件未买了呢，物件还未买了，真是流浪商人。好，安尼要是为上正手边过去的。是这间空的，迄间是走路的房间。安尼才对，安尼才对，对，安尼对。看下，啊，骹头。哦，原来伫都市。分类法嘛是无共的哦，这我原底毋知，趣味。啊，这符合是啥意思？这是啥物？哦，鸡龟。嗷！这只我真哦，真足讨厌这只的。我的钱，我的钱。各位找东西。看卖哦，是安尼。啊。哦，啊是伫下骹好来。好，来选来选。啊，毋是我是爱过去呢，对无？我是爱过去。安尼，对，安尼个啊，对，安尼对。哈，我迄直叫是鸡骨仔，就是一种豆干呢，鸡骨仔毋是豆干啊。
所以臭豆腐是种鸡骨力，对啊。这是啥物？头啊，敢有来遮？无。无。啊，这顶面阁有一个空间。啊，我都上去呢。我阁会当去倒位？无可能啊！无可能啊！应该有路。啊，安尼就是一定爱拍肉丸，无拍白肉丸就无通算。好哦。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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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啥借报者？哎，不是，看地图。嗷！头啊，是毋是来这个所在？我上讨厌肉丸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嘿。嗷！惨嘛我！啊，好。读图书爱订学，有影有影有影。奇怪，是毋是有啥物件绕狗去？嗷嗷嗷！哎，阿妈诶，天花高炸，欢迎你来。啊，你无开到电话？别紧，即摆咧耍 game， 耍甲足痛苦诶。惨嘛我！连这都袂晓算，我是一个失败的 VTuber。搁转来啊！下骹迄个空间，诶、你啥毋敢算？你毋敢算是因为伤困难，还是因为？还是因为啊？你惊虫对，你惊虫对无？啊，安尼无法度，敢若会当用看的。啊，为遮来。哦，你惊虫嘛惊乌，着这有的所在是有影较乌，啊，毋是无物件，甲我骗。天花惊虫对啊，不要紧，大家算互你看就好。用看会当用开讲小主动者，小炸者安尼。啊，无物件。
嗷嗷嗷！哦，有够疼！哇，即摆会当创啥？这拢毋对呢。啊，毋过迄个有做一所在毋捌去过。好，我想看卖，先为倒手边来。我觉得。熊爬来遮啊！遮有啥？遮有糖。这是伊啊！这伊啊做古水的，这伊啊是金龟哦。大家敢有看到？这伊啊看起来像金龟，古水的伊啊。你好。啊？我看起来足奇怪。Yanara. 哦，伊知影咱是互拔过来的。免钱的古水敢有？毋是安尼讲啊。金龟造型的椅仔呢？金龟呢？万圣节快乐有影。来，请倒三工。什么？我家己介绍家己小解家己什么？你是讲免钱的独古水哦？敢有？哦，水。咱来捡迄个人的龙骨，伊叫我爱去捡敌人的龙骨，啊，捡有够侪龙骨了后，伊就会替我做迄个，伊就会互我的迄个衫会当浮起来就对啊，咱就搁较侪所在通去啊，应该是安尼。好来，拆龙骨。免钱的就古水、火纸、古水，所以火纸是免钱的，毋是安尼，纳钱嘛会使古水啊。spine， 要送的 spine， 送的龙骨。hawker， 什么是 hawker？ 好，袂要紧，小等甲抬，会发光的，就是，是咧我有啥物？是咧讲龙骨的部分啊？对，有纳钱的，搁较古水对吧？若介意看古水，会使去看天花哦，人是美少女哦。我毋是美少女呢，可惜我毋是美少女。天花有时嘛可能会唱台语歌对无？大家会使，因为我咧啉汽水啊，所以我会拍下啊，拍互大家听。有钱一粒珠啊！啊，人是美少女，我是美少的，有影呢。我感觉有你，疼！龙骨，人的龙骨，对，我甲定起来，我是美少的，多谢。是，我是，这对我来讲算一种娱乐，好无？你搁去。会爆炸！你的龙骨伫倒位？美少的。会使提示，会使，这对剧情应该也无影响。我是毋是有误会啥物？一
支尔，爱25支。spine 敢毋是龙骨？诶、是吼，应该是龙骨吼。哦 ，spine 是讲伊的哦，所以是爱 kill 伊的。我想讲 spine 是毋是有无共意思？所以毋是伊的。这呢？这？敢是这？诶、好好好，所以毋是直接甲抬死对无？拍伊的，拍伊的刺，拍伊的刺。是伊射过来的时阵，爱甲伊拍落去就对啊，是啊。好，来试看觅。毋是安尼？诶、啊，所以是爱。看到？我袂赴。啊！对啊，这有较困难哦。啊，无拍到。啊！哦哦，安尼嘛会使哦，直接安尼嘛会使。哦哟，像个啊，爱甲挽起来啦，爱安尼甲挽起来才有通跳的意思啦。啊，竟然是安尼啦！好，安尼我知，安尼我捌，安尼我听有，好会使。等下要欠几支？还欠20支，好，好。哇！欸，这主创若无讲，我真正毋知。好，有些要是爱有提示，若无提示我就真正，那人家毋知影算偌久哦。大到倒位去？欸，莫飞啊！哦，拍干呢才2支，救人。啊，安尼啦。呵。啊！好，安尼豆豆扣也是扣有啦。欸，直接飞去，毋知影倒位呢？喂，嘿。哦。我现在人生都有希望啊！想无我有目标，知影应该爱创啥？对啊！诶，弟弟环境，我应该当叫你弟弟吼，环境你来。哎，침唔着去，是咧。
伊拢壁会叫。才有一支。搁吹到顶面去。对啊，应该无算开战啦，应该就是讨论啊，讨论袂歹啊。有讨论才有进步，有无？已经满呢。对啊，讨论真好啊。满好，通来做迄个改衫。对啊，无讲嘛无互相攻击，就是讨论问交流，会使啦。我遮足自由的，只是有诶知识我嘛无讲足了解甲足详细，所以我就袂讲，我惊我讲毋对，惊我讲毋对，因为足侪观众朋友其实是比我较了解，比我较了解足侪代志，比如讲比我较了解安怎耍。我先捡一下我的迄落，捡一下我的物件，伫倒位？伫下骹啦，伫下骹。是为遮来的，好。伫倒位跋倒，就伫倒位搁跋一摆。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安尼啦，安尼有咯，安尼有咯。来。Per un toro tano. 我可会当拒绝，我想要拒绝。嘿，伫倒位跋倒，就伫倒位踢咧。Madonna. 所以，伊做高水。落山环境，你来看环境。伫空中饲这就会当飞哦，应该是会当飞吼。伊头拄仔是毋是无穿衫？伊头拄仔无穿衫。Bemido lelos. 对啊，有讨论较会进步，无毋对。大家若想要讨论搁较济台语的代志，还是要交流，还是要学，拢会使伫我的说明遐应该有一个迄个 Discord 的迄个连接，一个网链会使点入去，点入去就会使伫遐有专门的所在，你若要问问题，还是要烧招要练习，拢会使哦。会使去参考一下，尤其是新朋友会使去遐。对。尽量莫死好，我尽量，伊叫我尽量莫死，我尽量，安那？伊问讲敢知影？咱敢知影是送咧甲咱肉，咱毋知啊。伊有想法呢，伊其实是有长头。伊是真正会喷丝，人是要爱伊的丝。一种失传真久的技术，就是讲伊的丝。会当安怎？会当连接灵魂哦，会当连接灵魂的丝。讲伫王国内底，阁有另外一个人有共款的能力。身躯内底白，应该是安尼无问题，是安怎讲起来遮奇怪咧？
哦哦，咱会当找着教堂啊啥？来找教堂？听无啥有，太有可能。大家猫咪古水的知识遮尔啊济，太有可能无了解咧。所以咱是会当飞对无？敢有奇怪？我还会知，我毋知啊。他会问我，他会问我，毋是迄个教堂。啊！我要安怎上去啊？嗯？火箭要找到，莫胡白讲啦！朱聪啊，你讲啥？嘿，这什么所在？嗷！诶？会安尼做古锥的？啊，毋过我要翘去啊啦！安尼敢有口味作重？敢有？哇！爬落去下骹。嗷！我连这都算无好势，我有啥物路用？啊，直接小米姐。啊，佮跳过来毋就好啊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好，佮来咧。嘣！哦，佮有啊，佮有啊。大家看安尼做古锥，诶，等下，这有啥？应该是有一个所在会当过去呢。诶，恁看安尼做古锥的。安尼毋，啊，过来咧，正边有空哦，哦，正边有空哦，应该无呢，正边看起来无呢。拍看觅，应该无，无。诶，伊个会当安尼？你徛伫遮，伊家己会飞起来呢，喂！我是咧啉汽水，我毋是雕工要加看。那不输。我想要跳袂过。嗷！哈哈哈！毋是我讲的哦，是猫咪古水讲的吼。你要去甲伊？你讲伊太有要紧？喂！嗷！无啥会晓飞呢。
是要安怎？啊，敢讲我爱用刀啊，用射的啊，爱用弹啊。你毋知影找伙说讲哦，竟然是安尼，作向共斗的呢。想看卖？哇？嗯？无，咱先去找迄落有一个空间对无？有一个空间，毋知影有啥个。咱阁有做侪所在毋捌去过呢。哦，这啥物？哦？来，哎，猛弹猛弹。哦，免惊咯。毋是迄个猛喂，佮后白讲，佮后白讲啊！诶，遮无气流哦，若无气流，我要安怎过？无路通好过。毋是只是哦，你台湾无好，你上好是上好是安尼。黑白讲啊，袂要紧啊。哦，死到有够惨的。诶，敢毋是这边？应该毋是。哇！我毋知呢，无去，底下无去要安怎过？还是爱交这？这是有另外一项物件会当交这种款哦，可能是哦。好，安尼咱应该爱来，遮阁有一个无去过的所在，阁去倒手边遐有无去过的所在，应该会去遐。应该是安尼啦。无人熟悉青云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醒来自由飞。喂，我经过遮嘛，爱甲伊相拍哦，救人哦，经过遮个爱相拍。好啦，来啦，来啦！哦，哦！哎，喂，这伤困难啊！喂，今天他爬啦。
害啊我！爱相拍爱先讲呢，爱互我有心理准备呢。安尼嘛，塔斯卡路你爱较定呢喂。真好，真好呢，我真惊吓安尼。嘿嘿，哦，迈过来，喂，哦，38分是啥物意思？无介介意啊，我敢有淡薄仔烦。Au! 一直拍袂着。哦，你嘛拍38分钟的意思。啊！嗷！哇，伊这爱看较做。要甲伊拍目睭爱做好的呢，爱知影伊当时要出什么招呢？喂，这有较困难呢。啊呜！啊呜！真强的加爪有成加爪，有成会险的火锅，敢有？有啦，迄色有成啦。啊，我是火锅料，我就是迄块吧。岩浆烘火鸡，敢有好食？我毋知，我也捌烘烘过呢。应该无好食，应该拢石头味。岩浆若冷去会变做石头味，可能石头味较重。有爱食石头的朋友会使参考者。伊手搁伫遐叮当有够烦的啦。滑！啊，无位，无所在拍。无所在通徛啦。啊！搁有机会，搁会做涂骹，敢是安尼？救人！这是要安怎拍啦？嗷！补一下血。嗯？安怎啦？袂当转来呢？有浸猪拄这汤袂啉一下，有影。敢有法度？风雨的281位，莫甲我当做281来源啊！
哦，这有较超过呢。想爬啦。啊！哦，救人，救人！哦，这讲完就险了哦。嗷！嗷！哎，好啦，有进步，有到第2阶段对无？敢讲这个有第3阶段？啊，真紧就进入第2阶段呢。伊这可能，哦，可能阁有足侪步数呢。有唱什么绝招啊？哇，什么意思啊，朱聪？你安尼我会惊呢。嗷！啊！我等治疗，这声好啊，这声好啊。哎，这头我都，好险没办完，讲着头。有影有影，扫帚扫卡层，迄是扫帚呢。蜘蛛嘛有成2粒大粒贡丸，对一个蜘蛛。哦，一只蜘蛛啥？一只4支手的，迄个4支手，对4支。对，大贡丸有影。跳了这。来！嗷！
张刺激。惨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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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哦，这可能毋是一个适合治疗的时机。有进步足济对无？伊头有落来涂骹两解，应该算袂歹啊。环境转来，另外把是来，好，转去坐医疗。好啦，无差啦，无差啦，无差这两滴。来，好打就来。哦。哦！打袂着你，好。好。哎呀！无机会通头治疗者，可恶。来，好打的来！来，是毋是拢无画一下迄句？这道一定过。无一定啊。嗷！第失败。好，过来。你就多爱听我哀叫啦，朱聪啊，佮有其他各位朋友啊。真啦。龙雄无在很闪，配合啊。
原来主创性这味什么味？狗啊，狗啊，狗水！你甲我当做狗啊！我是咧哀哀叫，毋是咧吠呢。莫黑白共当做狗啊，好无？诶，伊穿安尼才做狗水。大家看啦，喂，一粒香菇，一粒香菇，一粒香菇，无代志，咱继续。香菇要找你算啥来？啊啦！嗷！哇，袂好闪！你叫是我咧恶狗啊？你敢讲，我阁唔敢听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别人的狗的意思会当蒙蔽啊？啥物啦喂？恁想济？迄阵阿夫老师明明就甲大家解说，讲迄是要固定我的外态的，是听无呢？大家啊，大家。哦！哇，伊拢无要红票困的，伊拢无要红票算的。啊！嗷！等啊！无，我的耳孔要落落来啊！啊！俗语话讲，拍狗就爱看主人，啊摸就毋免，敢是安尼？啥讲诶？莫有白摸。火箭要号人无爱互我号，那你讲就听起来足奇怪啊哈！这应该毋是我的问题吼，应该毋是我的问题啦吼。
这是咧安怎哈？来，画一下迄句，这道一定过，一定一定。嗷！啊！人拢讲你讲话伤正经，哪会奇怪啊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朱聪啊，干嘛呢？上讲的啊，朱聪上讲的。嗷嗷！哇，退步啊！太安尼退步啊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搁退步。Good night. 啊，无路，完全无路。啊！消摊了。哎呦哎呦！嗷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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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人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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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有一画质无介好哦，敢是网络无好？主创想要甲火字看较清楚的，啊，你毋着紧笔记写起来，你毋是上爱写笔记的对无？啊，你毋着紧写。来。
过分啊！逃来，逃来！哇！真正无要放弃了。哎，无所在通去啊啦！咱真正上尾一道，这道若尔无过，我可能就爱先休一下。可能应该是早时开较有较长，嘿，可能是真有小缺点。伊真无互我一个会当徛的所在啦。这可能太较细致才有法度，啊，毋过对无耐性啦。哦，这嘛无啥好想。哦，不错啊，这。Ow! Ow! 哎，今天无所在通徛，对吧？好啦，无法度。我是讲真正爱休困啊。感谢大家今日来，嘿有好耍有好耍。对煞来要宣传，先宣传一下应该爱宣传的物件。小等者，我看一下我的手表，我的手表应该等下会抛出去。嘿先甲大家预告，就是后礼拜开较少，后礼拜就是拜二的时阵，咱有迄老人会 Minecraft， 嘿，后礼拜二会耍，过来就是拜六有迄个火纸爱开讲，嘿，拜五的时阵，共款来继续拍《Silk Song》，后礼拜摆较少，后礼拜敢若摆3工，嘿，是安怎后礼拜摆遮少咧？因为我休较济工，哦，讲休嘛，毋是完全休，因为我有准备一寡即个
秘密的计划，嘿，嘿，会使会使佮甲大家预告的，就是佮过一礼拜，就是9月15迄礼拜有5，迄礼拜有5个联动，嘿，佮较过去迄个礼拜，一礼拜有5个联动，嘿，我后礼拜可能爱小准备一寡物件，嘿，足期待吼，我嘛足期待，嘿，应该是会足忝啊，毋过应该会真好耍。对，所以就先甲大家报告安尼，所以咱后对5个联动，一礼拜5个联动有较限，嘿所以咱后一摆见面啥物时阵？甲大家考者，后摆见面啥物时阵？后摆见面是后礼拜二，后礼拜二伫伊利的频道会耍 Minecraft， 嘿，就是安尼，安尼就请大家多多捧场，基本上应该就安尼啦，好。刷落来，咱来看要飞去倒位。恁想要看电动还是看人开讲？无咱去找亚斯米好啊。伊看起来，伊若像咧耍电动哦，伊咧耍哦，《火侠传》应该嘛是介侪人有咧耍的电动。安尼咱就飞去找伊来。咱小等去人的台就爱有礼貌，看人的规矩，照人的规矩来，就安尼，咱就飞去，伊敢要有咧开？我敢会想啊？有，好，安尼咱飞过去，安尼咱就拜二再会咯，多谢大家今日来。